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7月4号。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銀行暴雷，又一家銀行暴雷了，爆的無聲無息啊！為什麼說無聲無息？爆是爆了，但是目前的影響沒有，未來有沒有不知道，我也只能這麼說。這到底是哪家銀行呢？湖北首家民營銀行眾邦銀行被實施接管。2020年7月3號，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聯合湖北省人民政府發布官方公告，正式宣布對武漢眾邦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實施接管。為什麼要接管它？源於該行出現嚴重信用風險，監管以接管方式保障存款人與其他客戶合法權益。這是鳳凰衛視報道的，當然了，很多媒體都在報道這個，大家可以去看官方報道。公告明確，本次接管周期自2026年7月3日起至2027年7月2日，為期1年。接管工作組由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武漢市政府牽頭，成員單位包含國家金融監管總局湖北監管局、人民銀行湖北省分行、存款保險基金管理公司等多類監管與風險處置主體。自接管啟動當日，眾邦銀行的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從頂層全部停止履職，全行經營管理職權全部移交接管組行使，也就是一層三會，就是管理層、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一層三會，統統的就是權力移交，你們靠邊站。所以說众邦银行是不是暴雷了呢？這個像不像恆大暴雷以後，廣東省政府對吧，成立工作組進駐恆大，把恆大接管。這種接管實際上很多，你比如以前有個包商銀行，也是這種處置，還有什麼一些保險公司。那你想想，這個眾邦銀行是湖北首家民營銀行，它是個民事主體是吧？是個企業，也是這個金融監督管理总局人民银行這個批复的一個金融企業。那人家是企業啊，你政府憑什麼接管人家？那肯定是出了事，对不对？如果不出事，怎麼可能去接管它？那这個眾邦銀行到底什麼來歷？湖北省第一家民營銀行，這個眾邦銀行定位為服務小微大眾的互聯網交易銀行，由卓爾控股主發起，並聯合其他多家湖北民營企業共同設立，是銀保監會批准的成立全國第11家民營銀行，也是湖北省首家民營銀行。眾邦銀行於2017年5月18日正式開業，到現在才9年時間，就把自己玩砸了。初始注冊資本20億，於2020年1月16日完成增資扣股，注冊資本達到40億元。眾邦銀行官網財報披露停滯在2024年年報，尚未披露的2025年年報，就2025年年報，這個26年半年都過去了，它年報25年年報還沒披露呢。截至2024年末，該行資產總額1235億元，同比增長7.9%。2024年全年，該行營業收入18億，同比下降6.2%，淨利潤5.11億元，同比增長26%。但是這些東西等到有關部門審計完才知道。2024年末，該行資本充足率10.67%，與上年持平，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9.51%，比上年微增0.01個百分點。兩項指標遠低於同期商業銀行15.74%、11%的平均水平。2024年末，該行不良貸款率1.5%，同比下降0.23%，低於民營銀行平均1.66%的不良率。撥備覆蓋率267%，同比提升19個百分點，高於民營銀行228%的撥備水平。你想一想，你業績還可以是吧？看不出什麼大毛病。你怎麼被接管了？你好好的政府怎麼可能去接管？實際上，為什麼接管？接管這個詞在我國銀行體系裡是一個正式的監管處置措施，也是原來的一層三會出問題了，你管不了這麼大的一個金融機構了，連根拔起。那接管的法律依據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3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64條。這兩條法律說通俗點，就是銀行如果出了嚴重問題，監管機構有權把銀行的經營管理權從原股東和管理層手裡拿過來，然後交給一個專門成立的管理組
或者接管組來行使，也就是银行出了嚴重問題。銀行它跟普通的企業不一樣，它是金融系統一個環節裡面一個重要的一部分，管你是民營的還是國營的，一旦出問題，它容易叫火燒連營，是吧？連鎖反應。所以這個不能小看，只要你這銀行有問題，監管部門就立即可以派這個叫接管組把你接管。如果你這個是一個造鞋子的企業，說不行了，怎麼說？沒人管你，為啥接管你啊？誰管着麻煩？如果你是一個造襯衫的，政府也不会接管，除非你是出了很大的事情，引起社会不穩定，政府去接管。所以说，总之繞来繞去，政府接管就說明這家銀行出大問題了。那接管是不是意味着這銀行就倒閉了？你这也不是，也不能這麼簡單，是這個金融體系它出了問題。如果你不及時去整頓、去化解，那麼它一定會越燒越大，最後把你整個的金融體系給燒一個洞，火燒連營。所以它及時去處理，就這麼個事。接管組已經說了，按照這個咱們的實話實說，目前來說，只要政府接管，那你所有的儲戶在裡面的存款，就個人存款，無論是本金還是利息，都沒有任何問題，這個也不用擔心。但是比如說銀行間的或者其他的什麼組織或者機構，你跟中邦銀行之間的有什麼業務，這就不好說了，這個得另當別議別論了。凡是個人，是你個人賬戶，你自己儲戶，你就是在裡面存了1000萬，哪怕你存了1個億，你個人都沒問題，本金利息都得保證。要不然接管幹啥？接管就是拿政府的信誉給他一下兜底兜住了，再慢慢處理。這個接管組宣布了，已經宣布個人存款本息全額保障，對公存款和同業負債按5000萬元為界實施差異化保障，業務由漢口銀行承接。什麼意思呢？具體業務由漢口银行來幫他弄。對公業務5000萬為界，5000萬以內估計就是保障，5000萬以內的都給，5000萬以外的就一事一議了。你這個錢是什麼性質的？是互相拆借還是什麼的？總之就是5000萬以上的對公的有講究。那有人就說了，那中邦銀行到底怎麼了？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看很多媒體也沒有明確報道。但是我知道民營銀行為什麼會塌，這個我知道。為什麼叫民營銀行？因為它的股東全部是民營企業。你比如說中邦銀行，它的股東就是卓爾控股，大股東。那後面一大堆股東，大部分都是湖北省的民營企業。別的不說了，大家一說民營企業，大家就明白了吧？這裡面很多企業恐怕是搞房地產的，你說這些年他日子好過嗎？這股東的日子都不好過，那這個銀行的日子不好過，那就是吧，大家就能想到。至於中邦银行，它的壞賬、它的什麼撥備率這些東西，大家自己可以看它的報表，它也不是上市公司，所以說它的報表反正你去看，估計也看不出啥出來。我們只能看它股東這邊，因為它資產端表現出來那些東西，我剛才已經說不是上市公司，你也看不明白。但是它的我們看到股東就知道它的日子好不好過，是吧？中邦银行股权結構高度集中于湖北本地民企，第一大股東卓爾控股持股30%，第二大股東当代科技產業集團持股30%，億網通科技持股20%，什麼奧山投資、法斯克能源各持股10%，玉龍集團那一看這些股東，自己去查一下就知道了。這幾乎是一部湖北民企債務危機的群像劇，也就是這些企業好像日子都不好過。第二大股東當代科技曾經是湖北資產規模超1000億的產業集團，但從2022年開始爆發債務危機。我記得當代科技好像是它也有房地產爆雷了。當代科技持有众邦銀行20%的股權，就這，他持有众邦銀行20%股權，這20%股權多次被司法冻結。第四大股東玉龍集团所持股權也被司法凍結，累計凍結金額一度高達4億元。部分股權被上架拍賣，就是他持有的眾邦銀行的股權拿去拍賣，還流拍，也就是都沒人買銀行的股權呢。那第一大股東卓爾控股呢，那就更慘了，控制的武漢長江足球俱樂部2023年初解散，旗下旗艦上市平台，它有一個上市平台叫卓爾智聯，2025年上半年總負債550億元。卓爾控股的創始人叫嚴志，是湖北的前首富。他是幹什麼的呢？最初是以廣告、紡織等業務起家，打造了中國最大商品交易市場武漢漢口北國際商品交易中心。
也就是商貿。你看以商贸为主的卓尔控股连續多年蟬聯中國企業500強，創始人曾志也曾以幾百億身家數次登頂湖北民營企業家首富。那核心版圖有幾家上市公司，一個叫卓爾智聯，一個叫華中數控、漢山集團，一個就是卓爾職業足球俱樂部。進入2024年至2026年，猶如過去數年盲目多元化擴張，如重倉房地產、大舉跨界、大健康，也就是過去那10年什麼火就搞什麼。大健康火的時候搞大健康，那恆大也是啊，是吧？恆大大健康后來一摇身一變變成恆大汽車，是不是啊？就是什麼火搞什麼，民營企業都一樣。卓爾控股也是的，大健康火就搞大健康，房地產火的時候搞房地產，足球火的時候他也搞足球。那你現在看看啊，玩足球的有幾個沒進去呢？恆大、蘇寧、萬達，還有誰？河南建業地產是不是也是要炸了？也就是說，你看看，你把這個一想就知道，這卓爾現在是什麼狀況？這是第一大股東。卓爾控股及創始人嚴志目前面臨較大的流動性壓力。根據天眼查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公開信息顯示，卓爾控股、卓爾文旅等旗下關聯公司近年涉及到的多起銀行、信託公司的合同糾紛與執行案件，部分核心股權頻繁出現被凍結和質押情況。集團目前整體戰略以激進擴張、全面轉為壓降負債、保核心資產，實際上就是現金流斷裂。卓爾控股那第一大股東，你說它下面的重資產就是商貿、房地產。你說這玩意現在是什麼個情況？大家都知道，有多少錢都不夠燒的，都不夠賠的。也就是卓爾控股現在在艱難的化債之中。所以說，這個眾邦銀行的前幾大股東都身陷囹圄，都在 ICU 病房。那你說這個眾邦銀行能好得了嗎？這是它股東層面。那既然它是民營銀行，那它的治理結構不能細問了。因為這裡面大家知道，我舉個例子，那個叫盛京銀行。當年他第一大股東是恆大嗎？許老板嗎？盛京銀行也是遼寧的當地的一個民營銀行，恆大成為他第一大股東，結果他從盛京銀行貸了多少錢呢？恆大現在暴雷，盛京銀行最後怎麼處理的？盛京銀行還是上市公司啊，他在香港上市的，最後怎麼處理的呢？也是瀋陽市國資委吧，當地政府一把兜底。就是我舉的例子，就大家知道，就是這種民營銀行大股東一旦出事，銀行好不了。還有一個就是民生銀行，也是典型的例子。民生銀行第一大股東是誰？第二大股東還都債務纏身，民生銀行把他們告了。第一大股東或者第二大股東，反正大股東包括什麼泰山匯、泛海集團是吧？我的印象不太深了。泛海集团還有什麼好幾個搞房地產的。民生銀行因為規模大、體量大，人家因為它也是個叫是10大股份制銀行之一，18大股份制銀行之一。他把他幾個大股東全給告了，都是這個大股東給銀行借的錢還不了了。那你眾邦銀行畢竟是個小銀行，你說這個股東在裡面掏走多少，這個不好說，形成壞賬。民營銀行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吧？那就是治理失效。產業資本控股銀行有個天然的習慣特點，就是產業老闆習慣說了算。我既然是大股東，我來安排董事會，大股東我控制股東大會，股東大會是不是安排董事會，董事會安排经營層、管理層，是不是這樣的？那歸根結底是大股東說了算。但是銀行它有自己的風控系統，它要符合國家金融監管部門的規定。但是你又是個企業，你在治理上面又要聽大股東的，是不是這樣的？所以它天然的就是个矛盾的。那怎么办？那大股東總是想你的银行，你給我多貸點錢，你是我的一個錢袋子，你有那麼多錢，你給我多貸點唄，是吧？他天然是不是這麼幹？那想方設法的就繞過監管。你大股東缺錢，誰都需要錢，對不對？擴張，所以很多民營企業參與民營銀行本身就是想近水樓台先得月，就是想通過合法的這種銀行，這種他持有銀行牌照來合法的為自己募資服務。很多民營企業是這麼幹的，他控制銀行的目的是幹這個，為自己募資，完了之後再拿這個錢去放大，加槓桿再去這樣無限循環，是吧？每循環一圈就放大，這就是類似於龐氏騙局。你看中植集團是不是也這麼幹？中植集團人家手上有2個信託牌照，我的印象中好像他要控股銀行，那信託也是為自己合法募資，對不對？牌照，銀行更是合法募資啊，吸引公眾資金的。大家把錢存到這銀行，我把這錢拿去幹啥呢？是不是民營企業參與民營銀行，它目的就是這個，它不純，它就是想通過銀行來搞錢。
我自己跑到工行、建行去貸款也貸不着，完了之後貸的利息还高，也貸不着。我的好多资產押給銀行，他不要，但是我自己的銀行就可以了，對不對？我把它轉一轉，兜一兜，把它改頭換面，我說了算。所以說1000到1萬，民營企業是通過銀行牌照來為自己融資服務。那你想想，這個企業一旦出問題，這銀行好得了嗎？這首先這個錢就成壞賬，還不了了。所以這叫治理失效。銀行是需要獨立風控，但大股東的经營壓力傳導到銀行，銀行就成了股東的提款機。尤其是大股東借不到錢了，对吧？實在跟其他銀行借不到錢了，他就要突破這個底線，這個風控就要跟自己的銀行伸手，對不对？那你銀行能扛得住嗎？你的董事會、股東大會、經營層都是我任命的，你能不聽我的嗎？公開信息中沒有众邦銀行大股東直接賬款的確切數字，但從關聯授信集中度超標、信貸資源向股東產業領域傾斜這些信號來看，銀行經營獨立性已被嚴重侵蝕。如果不這麼嚴重的話，政府是不會出手接管的。那剛才說了，既然是為大股東、為众股東是吧解決問題，那他就需要大量的資金。大量資金從哪兒來？银行就是這麼好，它有一個牌照，它是合法，它是奉旨揽储，就是讓大家把錢存我這儿，人家有牌照，好，大家就來存錢。為什麼来存？你为什麼不存工行、众邦银行給的利息高啊？所以人家高息揽储，對不對？那監管也說了，你不能高息揽儲，那風險大。好，那我就繞過監管，我利息跟符合監管要求，比工行稍微高那麼一點，高的不多，但是我還有其他的補貼，對不對？七算八算的比工行的高得多，那大家不就願意往我这存了嗎？往我这存的多，那我这用的錢就多，支撐1000億規模的資產擴張。眾邦銀行長期靠線上什麼邦豆、利減金等權益變相抬高存款利息。當然這種做法在民營銀行那就圈子裡不算新鮮事，尤其是什麼村鎮銀行那更是了，對不對？揽儲嘛，高息揽儲。但眾邦銀行玩得更猛，實際存款成本顯著高於行業均值，高息負債持續擠壓息差空間，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高成本吸儲、盲目放貸、不良攀升、利潤縮水，然後再靠更高的利率吸引存款。所以一旦賺起來，那是不是成本就越來越高，窟窿越來越大？那這種惡性循環怎麼辦？要麼自己主動踩剎車，就是暴雷；要麼就是監管踩剎車，政府一下給它兜住，兜住了之後慢慢處理，分門別類。所以現在政府出面給它兜住了，實際上它已經暴雷了，玩不下去了。兜住之後，那就處理。按照規定，銀行應在次年4月內披露年報。2020年5月，全國19家民營銀行18家都按時披露了2025年年報，唯獨眾邦銀行以特殊原因向監管申請暫緩披露。一家資產近1300億的銀行，連審計報告都交不出來，這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預警信號，也就是審計都不敢給他背書。審計報告，那我審計只能說無法發表意見。那你拿着這麼一個報告無法發表意見的，那你怎麼交差？你向主管、向監管部門交差怎麼交差？這審計都看不下去了，就這個意思。所以他報告都拿不出來，那說明他問題很大。那有人就在問了，那眾邦銀行最後怎麼辦？那你想想，就是都有先例，一個就是申金銀行的處理，應該是遼寧省國資委還是瀋陽國資委，他們一把申金銀行兜住。因為申金銀行跟眾邦銀行是一樣的，民營銀行。完了之後，人家是香港上市的，那財報的披露完了之後，他是因為受這個大股東恆大從申金銀行到底貸款了多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關部門都知道了。第一招，我記得我以前說過，人家瀋陽國資委拿200億給恆大，把恆大手中持有的申金銀行的股權給買了。恆大不是申金銀行大股東嗎？先把他手上股權一部分還是全部200億對價給他買了，把這200億給徐老板，徐老板把申金銀行股權給瀋陽國資委下面的一家國企，這個股權交易不就結束了嗎？但是徐老板並沒有拿到這200億，這200億瀋陽國資委替徐老板還盛大的貸款了200億，所以恆大跟盛金銀行這個貸款就少了200億，這是一筆交易。那這樣盛金銀行的大股東就徐老板就靠邊了，徐老板欠盛金銀行的貸款也少了200億，靠邊站。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由於盛金銀行那資產負債那就肯定是很難看了，負債是
是储戶的存款不要緊，但是他的資產那都是比如說許老板的借款或者其他開發商的借款等等一大堆，扯不清了那個資產。好，盛京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那資產那一欄，比如說是1000億，還是我記得當時還是2000億還是多少？我們假設它是2000億資產，人家沈陽國資委直接出2000億，把他所有的資產買走了。你這資產不是2000億嗎？我就出2000億對價，把你的所有的資產都買走。但是沈陽國資委他沒有2000億的錢，沒關係，打個借條給你，我每年給你付利息，這個利息是3%、4%，反正這個利息肯定比你這個貸款利息要高。也就是盛京銀行它每年它這個2000億的資產，它生息利息給盛京銀行，資產被人買走了，那資產已經被打包被國資委買走了，那至于資產裡面包的是垃圾還是大便還是肉，不管了，反正你2000億，你報表上顯示就是2000億，我2000億給你買走了，我沒錢給你，但是我給你利息，每年的給你相當于2000億你也借給我了，我每年給你利息，相當于貸款了嗎？是這麼個玩法。這個資產包沈陽國資委拿回去，他慢慢處理去了，實際上是個大窟窿，他沒有辦法，他自己把它咬牙給填上了。政府哪有2000億？沒有，應該打個白條吧，就這意思啊。整個交易過程說簡單一點就這個意思。那盛京銀行它就乾淨了，對不對？它資產就現在已經變成一張借條，而且是沈陽國資委的一張借條，而且每年給你付利息，一下就乾淨了，審計也好審，對不对？這個就是盛京銀行的模式，所以他現在救過來了，反正不至於要爆雷。好，還有一個模式就是包商銀行，當年我印象中記得不是很清楚，它不是民天系也是一樣的民營銀行，民天系控制包商銀行，從裡面套錢，套了錢之後再去放槓桿，加槓桿去收購上市公司，收购上市公司之後拿上市公司股權去抵押，又搞了錢又去收购，他玩這種叫槓桿無限放大，往下短短時间變成万億帝國，就這麼玩，簡單粗暴。手上控制一家銀行是提供1個億，他加槓桿是吧？就能去收一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成了大股東，然後把上市公司的大股東股權再一抵押，又帶來錢。再加槓桿、配資等等，反正這個玩法一下就成了萬億帝國。後來不就玩不下去了嗎？那包商銀行一樣的也被接管了。我記得當時包商銀行接管是由建行管它業務，這工作組就把它整個的銀行商會給換掉了。好，處理完之後，我記得是包商銀行也是個人儲戶全部兌付，你這是個人，你存的錢、你的利息好像都兌付了。我印象中也是企業還對公的這種，他好像也是1事1議要去叫什麼核查，然後最後是包商銀行是清算了他的資產，他那好像都最後由內蒙的一家銀行接管了，他就包商银行就沒有了。他跟盛京銀行不一樣，盛京銀行那個現在還是上市銀行是吧？還活躍，包商銀行就清算沒了。所以就是兩種模式。那中邦銀行走的是哪個模式？未來它是清算掉了，還是說它洗心革面又在那繼續經營？這個不好說。但是我個人覺得很有可能。中邦銀行走的就是包商銀行這條路，最後是要清算，因為他現在的中邦銀行現在的接管的銀行是漢口銀行，他的業務也漢口銀行來幫他運營了，很有可能，因為你想想中邦銀行的這麼多股東全部出問題了，所以把它整個的清算掉是最好的，成本最低，把它的資產剥落放到漢口銀行，漢口銀行一背，銀行的負債儲戶的存款一漢口一背就完了，政府再給他補貼一點，乾淨。免得以後你再運營的事多，他那麼多股東全部是深陷債務危機，而且關鍵是中邦銀行它不是上市銀行，你不涉及到收購、回購公众股，你也不涉及到對中小股東要賠錢。你說盛京銀行如果要解體，那麻煩比較大，要清算，那他在香港上市那么多小股東，人家告他，你以為這就完了是吧？人家告那麻煩非常多，所以政府一咬牙托底，要保留它上市地位，把它的資產全部買走。這樣盛京銀行洗乾淨了，繼續上市，中小投資者也沒法再去告是吧？這減少了很多糾紛。中邦銀行又沒有上市的，它又沒有中小投資者，它就那10家還是20家民營企業是股東，那你們這股東好說是吧？本來好多就已經身陷囹圄的，就欠了一屁股債了，幾個正常的打完就走，清算了，好清算，代價低，所以我覺得中邦銀行很有可能就走包商銀行這條路。成本低，那這個事情說明什麼？我剛才已經說了，目前來說政府托底沒問題，而且儲戶不用擔心，你1毛錢都得賠給你，你多也得賠，那所以不用擔心。但是我說的什麼意思？像這種銀行如果越來越多，你說村鎮銀行、這民營銀行，如果最後都是政府要托底，
那都是要花錢，政府哪來那麼多錢？你要這麼拖，是不是有拖不住的時候？拖不住，那他就有可能要我們叫他就想辦法減少損失的辦法，就是你這個本來是存款，他非說你這是理財，不是存款，存款我全部兌付，但你這是理財，那你就扯不清了，對不對？你說但是我買的就是存款，那麼就跟河南的村鎮銀行一樣的嘛，扯皮了，對不對？河南村鎮銀行不是這麼處理的，河南村鎮銀行是好像是多少萬以下，50萬以下是吧？全給。超過50萬的，反正就不解決，管你是個人還是什麼，他不解決，他認為你是理財，那就比較麻煩了。你看這個眾邦銀行，人家說的很清楚，個人的全給，管你是什麼錢，只要你是個人的全給你。對公的5000萬以下全給，5000萬以上要去分門別類。所以你看不一樣。那作為我們韭菜怎麼辦？韭菜最好的辦法就是存大銀行，就是国有大行，工農中交建這些银行。雖然利息低一點，你省心，不要跟他扯皮。我就是存款，小銀行利息是高，但是就怕風險嘛，萬一它有個3長2短的。現在政府兜底還能兜得住，未來再過3年，政府也沒錢，這財政惡化，經濟低迷，這樣的銀行越來越多，要兜的也越來越多，那政府又缺錢，那保不齊是吧？就兜不住，那怎麼辦？所以說還是要小心，存大行沒毛病，存國有大行。會不會像眾邦銀行這樣的銀行越來越多？村鎮銀行是吧？你看看現在很多村鎮銀行直接就被上级銀行給吸收合併了，為什麼？那就是因為跟众邦銀行是一樣啊。众邦銀行沒有上級，它就是幾個民營企業合資成立的，所以沒有人把它合併吸收，那只有政府出手接管。咱們的民營銀行和美國西方的銀行不一樣，西方的銀行流動性一旦丟了，人家也是金融監管機構立馬上手，把它一把接住。咱們這也一樣，你看民營銀行不行，上去趕緊接。但是咱們這民营银行接了之後，那政府是真要出錢呢，要出血，也给它输流動性。為什麼？因為咱們民营银行的窟窿都是他們的股東挪用，對不對？他的民營企業挪用或者占用，或者是套取，或者是就貸款，它的风控抵押，本來你不夠貸款資格的，本來你抵押物是不行的、不足的，都跑去抵押，風險全給了銀行。政府一接，政府真要往里給錢，政府拿錢來填钱的。而美西方的银行大部分是因為失去流動性。什麼叫失去流动性？他買了一個長期的資產，長期資產如果現在叫兑付，那銀行它就损失，对不對？它短期失去流动性，但是長期它的賬是算得過來的。比如說他買了美國的國債，他長期到期兑付或什麼，它的利潤是夠的。但是他現在因為國債在波动，是不是？國債一波动完了之後，他要現在套现，他就有損失。完了之後，現在還好多人要跟他擠兑，要取款等等，造成短期的流动性沒了。他這個爆雷，政府接是可以的，因為他需要長期資金，政府馬上指示哪個銀行、哪個保險公司來接管，或者來給他注入流动性，也就是政府實際上沒掏什麼錢。那咱們是真的要掏錢，那因為你那個錢，我們說再通俗一點，那個錢就被大股東、二股東、三股東揮霍掉了，也不是揮霍掉，或者投資它回不來了，投到房地產回不来，投到新能源汽车回不来，投一個賠一個，投到實體經濟，投到類似于萬達廣場、商貿廣場這種，你說王老闆首付那500多個萬達廣場都不賺錢，你這搞什麼商貿城賺什麼錢？現在都是褲衩子都賠飛了，那錢怎麼回得去呢？是吧？借了銀行的錢他還不了，而這個眾邦銀行手上拿的抵押物都是這些什麼商貿城的資產，那有什麼用？那玩意兒又不能變現，你一變現立馬打3折，關鍵還沒人接，沒法變現。問題就出在這暴雷，你卓爾控股。你拿那些貸款的東西，你跑到工行貸，人家不貸給你，為什麼？你那東西不值錢，你先押給我貸錢是吧？貸款是吧？不行，所以他只能押給自己的銀行，明白了？風險都給了眾邦銀行，這樣一多他就扛不住了。所以說還有多少眾邦銀行，還有多少城鎮銀行、村鎮銀行、農商行，他們資產難道比眾邦要好嗎？不一定。所以有海外的機構、不知名機構評論說，明明他們的銀行壞賬在增加。經濟形勢、房地產暴雷等等一大堆的，那壞賬在增加，但是他們銀行的壞賬率、原不良率一直穩定在0.幾%，他們如何也想不到，也就是他們怎麼想，他也想不明白。那當然想不明白了，對不對？好，作為牛馬，那還是要對自己那血汗錢負責，盡量存國有大行。小銀行的利息高，你知道為什麼高嗎？利息越高，你越害怕才对。它利息越高，它賺錢越難。小銀行問出貸款也難。你想，小銀行問出貸款，如果他貸款的只能把貸款的利息要高一點，誰願意以更高的利息來貸款呢？那肯定是
對吧？已經走投無路的人才願意，走投無路人，你把錢贷給他，就是不良率上升。你从储户那拿錢成本又高，你说小银行它怎么可能？就是越競爭的小銀行越慘，這個大家知道吧？上下擠壓，優質客戶不上你這兒貸款，我去工行拿更便宜的貸款。那所以去這小銀行貸款的都是些不是很優質的，風險比較大的。小銀行要用出高息去攔儲，你說小銀行的競爭它天然就要比這個國有大行要慘，壓力要大，再加上風控出問題，那爆雷很正常。所以說越是高息攔儲的銀行，你越要小心。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